有啊，叫一块棒，无看到，叫一块棒，你会当到遮电视的物件，去你这个房间住，安尼。会使倒呢。哼。如果这阵书堂甲你上个让我倒，想要讲你敢要做？好，你背起来。好。OK，所以。Yep. 这个就是西路，这是电线，这就是木道，这就是这就是这，这就是这，这个是开关，这个就是这。你看，爸。这个就是你把这个放去你的物件。阿公，你讲这什趣味？爸爸拢讲，会爆炸。你感觉有啥物趣味？这个该跳起来，就是安尼。再讲啥？无。等下你来我来，我为这个来个。